心带病院一般外科医师吕维新表示，胰脏囊肿常常隐藏伫身体内底，大多数是评估甲胰脏疾病无关系症状时，伫影像检查被发现，而且大部分是良性。不过肿瘤性的囊肿还是要追踪检查，因为有1到2成有恶性的机会。胰脏囊肿是我们在门诊最常遇见的一个问题。那胰脏囊肿又可以简单分为非肿瘤性的囊肿跟肿瘤性的囊肿。那我们会依据我们的一些影像学的检查，还有它的细胞学检查，还有病理切片，那来评估说病人这个胰脏囊肿它本身的恶性程度，那给予病人建议说是否需继续观察，还是有需要进一步的开刀做治疗。那一般的胰脏囊肿来讲，绝大部分都是良性的，那恶性的机会并不高，所以只要我们可以积极的追踪、积极的检查，那如果有恶性的怀疑的时候，积极的开刀处理，那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形态，比如说少吃一些高热量啊、高脂肪的东西啊，少饮酒。那如果说有问题的话，我们是进一步的检查，或者是说手术做切除，那病人大部分都会有非常良好的预后。医师表示，胰脏囊肿的治疗方式决定伫个囊肿的种类、大小、甲位置，以及是不是会引起症状或者是并发症。如果引发症状或者是医师的感染，会用类视镜来进行处置。但如果有恶性病变，医师建议还是要手术切除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